国在东突厥斯坦的种族灭绝和宗教压迫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批评。北京正在发起对宗教的新一轮中国化攻势，而这次是针对了新约、古兰经和佛经等教义本身。在11月6日的一次宗教会议上，官方要求对现有宗教经典译本进行全面评估，进而引导各宗教对教义教规做出符合新时代的弹译。该项工作由中共领导核心的7常委之一汪洋统领。汪洋在11月底结束的一个宗教团体贯穿中共19届四中全会精神会议中，强调做好教义教规弹译工作的重要性，目标是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体系。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会面。安倍强调，香港在一国两制下保持自由开放非常重要。有关新疆等中国内部的人权状况，也希望能开诚公布的说明。安倍表示，我们谈到了南中国海、香港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侵犯人权行为，由于存在困难，应该进行更多对话。我希望日中关系更加成熟，符合国际标准。第8届中日韩领导人峰会于24日在四川成都登场。中国官方宣布，这项会议将由中国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中国总理李奇照、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韩国总统文在寅出席了峰会，并提到了通过对话和外交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重要性。亚罗瓦市市长维法萨勒曼报道说，由于东突厥斯坦的突厥人遭受酷刑，中国已终止了与盘锦市的关系。萨尔曼市长说，我们的城市与中国盘锦有着友好的城市关系，盘锦市是我市最早的兄弟城市之一。作为亚罗瓦市政府和市长，为了响应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迫害，我暂停与盘锦市和兄弟城市的关系，这是众所周知的。他说，这些条件将一直持续到积极的条件为止。另一方面，贝西可塔斯州州长的领导部长，该奖项是在中国迫害东突厥斯坦妇女和儿童的迫害下获得的。作为礼物，此外由火炬学院、班达马圣地文化中心、波尔扎乌鲁达大学法学院院长组成。博士穆罕默德于斯召开会议，主讲无尽的迫害东突厥斯坦。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宣布完成与中国的贸易协定。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表示，与中国达成的协议已经完成，官僚主义有望出现。特朗普总统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将举行签字仪式，我们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签字仪式。伊斯兰合作组织呼吁保护穆斯林少数民族及其在印度的圣地。伊斯兰合作组织在书面声明中说，该组织密切关注影响印度穆斯林的最新发展。该组织对与公民权和巴布里清真寺有关的问题表示关注。自12月9日以来，该法律一直在抗议该法律。该法律允许在2014年12月31日之前进入该国的非穆斯林移民公民获得公民身份，但将穆斯林排除在同一情况之外。